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老厨家阿里坤的白痴。我认为火锅内底一定爱蓝蚵仔。感谢文化部国立中华生活美术馆、云林科技大学、中华台语文创艺园区，阮是台语老厨，欢迎大家10月20日来中台湾社区母语生活节，咱有40多大的单位哦，佮有专题的论坛，佮有30大的市集好食面哦，做伙来食宴请。伫遮咧，咱的云林故事馆嘛，有讲咱的故事，唱咱的歌，好尾为什么是糖厂？为什么会做糖呢？10月8号、10月10号，拢会当来了解。10月7号嘛有啦，番麦红仔工作室当用台语来做番麦红仔。10月12日，云林轮回国小，你我拢爱看新下新的青年团。你来讲。红仔来演布袋戏红仔的厝的文创园区，欢迎做伙来了解咱岛南的布袋戏红仔的产业。中华关文化资产协会用台语来实施录讲。10月10日，岛南文安国小有咱的黄世志电视布袋戏红仔团会来文安国小演出。10月2日会伫国立中华生活美术馆。10月7号，伫鹿港嘛会当带囡仔、带小朋友来去柑仔店买足侪糖啊。10月9号，伫中华丰原有这个社区的 MV 来放。欢迎大家来看 MV 来了解咱中华丰原的 Hamburger。10月3号，马兴社区嘛有导览哦。10月7号下晡2点，坐火车好佚佗，小酒讲台语，7キロ嘉年华。新厝寮100年报马町的活动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咱即马会来为红仔煮，欢迎大家有兴趣的人会当来找咱新厝寮社区发展协会。高嘉戏伫大业大厦，10月份的时阵会当了解高嘉戏的由来，高嘉戏为什么伫中华的发展。9月2日，伫中华风头水尾的农村的趣味台语的讲座。10月7号，台语实施鹿港的文化节。10月17日，台中的中区会当来了解阿兹海默甲失智症的权利的保护。伫这中间，咱先来听一条 DJ Head 的《不知春》，是一条新的台语歌哦。9月20到10月25，逐礼拜3下晡2点，台语红仔煮来读册的课程，这是真好的表演哦。做鱼，你看这鱼游伫水面，是毋是足快乐？你毋是鱼，你会知影鱼也快乐。9月21日，伫咱中华美术馆，欢迎大家做伙来欣赏春风的少年兄哦。咱的阿夸面甲咱的有写足侪台语册的郑老师，会伫咱的民雄徛好王庙吼。这是咱的阿夸面，是咱唱台语第1名的歌手钟声要来啊，足期待。按讲这场报满啊，大家爱赶紧哦，用台语的文化来生团，用家己的母语来讲咱的水。10月10日、10月23拢有课程，10月30嘛有。10月28母语的水花满开，迎接台语文学新时代。10月14下晡3点，台湾文化日伫中华纪念音乐会，咱看这个 casting 非常的好，有农村武装青年、洪水源、酷叔、陈立庆，佮有拜旗啊乐团。10月18台语文社，台语有够气。10月22伫台北等来家己用咱家己的方式来发声，咱3个讲者拢非常厉害，欢迎台北的朋友，还是伫台北生活的家己人会当来听看卖。你敢是家己宜林人哈？10月11用拓开台语文影视内容，会当用台语文来做电影、做戏剧、做漫画、做红仔煮、做流行音乐。咱的讲者张老师真欢迎大家，伊就是拍咱这个罗马高的总经理吼。看台湾电影公司罗马高的总经理，自头讲起到11月19，拢有足侪活动，这个活动请大家来看第1届家己台语节的活动。10月14，只要囝找妈妈，台语正着时，还有3场讲座。10月18。11月7號到12月13，寶島台灣囡仔歌劍賽出巡，10月28的演出非常的好看。姚主正吼會帶咱轉來安平港，我不愛離開，留落來安平港，啊無我對去安平港好無？紀老師是我中央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紀錄片的老師，我上愛上紀老師的課，歡迎大家來鹿港來聽這場紀錄片演講。
有这台语活动，大家嘛会当来美芬老师的卖种赢者来参考哦。本片所小解的台语活动一部分是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方案来支持的，一部分是民间主办的。建议大家参加活动进前，要向主办单位来确定哦。我认为火锅内底一定爱蓝蚵仔，欢迎立法院支持火锅蓝蚵仔的法案。我是台老厝甲阿里坤的阿成，再会。